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Rebecca 同大家分享嘅時候。今日想延續我上一集嘅，講緊高 EQ 嘅領導力。我哋了解到乜嘢係 EQ， 究竟點樣去繼續提升佢呢？可以留下以下幾點嘅，包括咗就係我哋嘅自我察覺嘅能力啦，點樣去認識同埋管理自己嘅情緒，培養下同理心，改善你嘅溝通方法，更加重要嘅喺人際關係相處裏邊咧，學習點樣去處理啲衝突嘅噃。第一個部分我哋講緊嘅係增強你嘅自我察覺嘅能力，增強自我嘅察覺去接納自己嘅情緒先。咩叫接納自己嘅情緒呢？針對住就係話你對於自己嘅情緒了解幾多啊？例如你問下，咦，其實我喺咩情況之下呢係會最容易燥底嘅？又或者其實我係咩嘢會令到我咁開心嘅呢？咁留意到自己逢親有啲乜嘢嘅對話或者咩嘅狀況咧，我係最忍唔住噶啦咁。嗱，呢一種嘅理解咧，我哋會對比起嗰啲完全唔會探索自己情緒嘅人咧，呢啲係優勢嚟嘅。但係當有咁嘅情形出現咗之後，當時我有咩反應㗎？我哋鼓勵大家去開一本情緒筆記簿嚇，任何E版又得，實體嘅攞住一本筆記簿去寫低下自己嘅一啲情緒嘅變化。例如話今日星期日咧，我因為收到一個小禮物，我好開心。又或者我試過咧，係某一天嘅晚上咧，我出去買嘢嘅時候咧，個店員令到我好嬲。嗱，呢啲嘅情緒反應咧，你開始留意下你嘅情緒，咁你就唔好低估佢啦。我哋會認識到焦慮症啊、抑鬱症啊，其實都係由情緒開始。咁而家呢一個喺即係大環境之下咧，大家都明白壓力咧，佢都可以影響好多我哋嘅身心健康㗎噃。隨住呢個 AI 嘅存在咧，有啲 AI 嘅 App。咁啊，佢係專門幫你輸入一啲每日嘅心情啦，然之後咧，佢會用一啲數據咧去反覆咧，就去令你反思一下，都幾有趣嘅。當你個 journal 即係好似日記簿咁啦，寫下寫下咧，你就會能夠知道自己嘅情緒嘅起伏嘅。第二樣嘢我哋要講下啦，點樣提升自我管理？你嘅情緒都係要管理嘅。咁當你知道自己嘅情緒發生咗問題嘅時候咧，你就去處理一下佢。例如乜嘢咧？就係當你已經好嬲啦，同人哋可能嘈緊啦，着咗火咯。試下咧，先數1、2、3，然之後俾幾秒自己冷靜。當衝突有嘅時候，走去 pantry 飲杯水，望下窗外邊嘅風景，去幫自己好似 reset 一樣，恢復你嘅冷靜。平時嘅空間嘅時間呢，又試下留意下你身邊嘅朋友。如果你身邊嘅朋友好多都係負能量嘅呢，其實都要遠離下佢哋嘅，揾下啲中意正面諗法啊，講正面嘅嘢嘅朋友呢，去幫你提升下你嘅情緒，保持你正面樂觀嘅心態。我自己咧就中意咧係每日都有啲感恩嘅時間，就係去寫低咧3樣有時今日嘅小事情啦 ，send 翻個 message 俾自己，今日真係開心啦，因為我咧係喺街上面咧撞到個朋友，佢仲認得我喎咁。又或者係今日我買嘢嘅時候咧，有人送多一個小禮物俾我，真係開心啦咁。嗱，唔係一定要好大件事，但係少少嘅嘢咧，可能保持下你自己嘅開心咧，就都係一種提升正能量嘅方法嚟嘅。好，第3樣嘢我哋講下。點樣可以強化到自己嘅一啲嘅部分，就係自我激勵啦。你諗起係咪打氣啊、喂加油啊咁樣？其實我哋日常嘅習慣裏邊都要為自己打氣同埋加油嘅。例如話可能你咧係第一次學習做一個蛋糕，你擺上咗啲社交平台，你都期望有人咧係俾翻啲鼓勵嘅說話嚟。可能咧我今日送咗個小禮物俾我嘅另一半，不妨你都係可以直接同佢講，喂，你可唔可以俾翻啲回應噶？又或者係同佢講嘅時候咧，都讓佢知道咧，你都需要呢一種嘅回報，而唔係真係要買翻個禮物俾你，而係口頭上面嘅鼓勵讚賞咧，係一個最好嘅鼓勵方式。但係如果我哋要依賴別人嘅話咧，倒不如我哋由自己開始，用一啲正面說話同自己傾下偈啊，提醒下自己，其實有啲嘢我都可以嘅，哇，做到之後一定有收穫嘅。特別而家咧喺呢個大環境咧，都係可能每一天都有啲新嘅挑戰啦。我哋不妨都去同自己講下咧，有啲嘢令到你做得好嘅咧，係俾翻自己一個叫 self recognition， 係一種令我驕傲嘅。咦，唔係個個做到，我都做到咁。例如話最近再去研究下幫身邊嘅人咧剪下頭髮，咁啊其實都學咗好多年噶啦。咁但係我冇正式上過任何嘅班。不過咦，原來間唔中咧又有啲朋友咧，喂，我幫你剪下咁樣。剪完之後咧，人哋都中意，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啦。嗱，呢一啲部分咧都係一個 self 嘅 motivation。當然咧，如果你能夠訂立目標，例如話而家呢個 AI 盛行嘅時間，等我去定一個禮拜或者係2個禮拜咧學一個新嘅 app， 然之後用到咧，甚至乎你可以介紹俾人咧。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啲能夠自我激勵，即係你由小成就而去鼓勵自己嘅部分嘅。第4樣嘢，我想同大家加強嘅咧就係同理心啊。就係你能夠願意換位思考，
代入對方嘅處境咧，去理解別人嘅難處，能夠喺對方嘅立場出發。我從來都未試過牙痛咧，我點可以理解牙痛嘅難受呢？嗱，呢一個想像力就係要加入類似嘅痛係乜嘢呢？有啲人冇養小動物啦，跟住就身邊嘅人咧，就佢嘅小動物離世，咁可能好容易就諗咪買過隻咯咁樣。但係呢一個部分正正咧係插入對方嘅心咧。我哋嘗試去諗翻下咧，當如果你有個至親或者你嘅至愛咧係離開你嘅時候咧，嗰種感覺係乜嘢？但係嗰刻裏邊你能夠調教嘅就係你嘅自己嘅想像力，即係話當別人講咗佢嘅難處嘅時候，俾2秒自己諗下，加多句啊！如果我係佢，如果我係咁嘅情況，或者如果我有類似嘅情況，我係點樣嘅呢？嘗試問下咧，即係對方背後一啲嘅難處啦。工作上面有時都會聽下對方你有啲咩狀況啊，聽多少少先，慢慢地咧係將即係別人嘅説話咧聽進耳朵，主動去用一個你去關心嘅狀態咧，可能你嘅誠意咧會釋出對方更加多嘅真相俾你知道。當原來對方嘅難處表達到嘅時候，你先開始知道喺邊個點咧去落入去，加上你嘅同理心嘅。我諗講咧真係唔容易明嘅。你今日就去試下啦。喺 EQ 嘅世界裏邊呢，除咗呢4樣嘢之外呢，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呢，就係有社交嘅能力。主動去同人哋去打招呼呢，有啲時候由你落街開始，喺電梯度撞到鄰居，如果你係一個傾向於內向嘅人呢，你覺得打個招呼都係吃力嘅。如果你覺得係咁嘅時候，起碼都練習下呢，你嘅眼神接觸啦、微笑啦，對方講嘢嘅時候俾回應啦。如果可以嘅話咧，擴展少少嘅社交，同人哋去分享下咧，你會覺得好似好無聊嘅事情，甚至乎只係你今日食過乜嘢嘅早餐，又或者係你啱啱過去嘅週末做過乜嘢。原來當你同人分享嘅時候咧，漸漸地就係會好似互換嘅，我又講啲資訊俾你聽，你又講啲資訊俾我聽，咁呢個先至係人與人之間溝通嘅重點啊！當然，如果你喺工作上面同人溝通嘅時候咧，唔好低估咗咧非言語嘅溝通能力啦，一個眼神啦，一個笑容啦，都可能係一個溝通嘅模式。而你能夠用一個張開你雙手咧，釋出你嘅善意去同人哋溝通咧，都係建立社交嘅關鍵之一。我哋短短咧嘅10分鐘嘅時間咧，俾你一啲概念。我哋喺 EQ 嘅裏邊咧，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咧，係能夠去提升人與人之間嘅相處。如果你係作為一個領導嘅咧，呢個 EQ 更加不能或缺啊！我哋知道 AI 已經做咗好多，我哋未必再需要人去做嘅嘢。原來 EQ 係其中一樣嘢，佢暫時點都取代唔到。咁我哋就用呢個機會去保持下自己嘅存在價值，再一次去讓 AI 幫你做一啲數據，幫你慳時間。但係 EQ 係幫你處理情緒，幫你管理人心，加強人際相處。希望今集能夠繼續將你嘅 EQ 提升，甚至乎係加強你嘅人際關係啊！喜歡我呢個頻道嘅，記得 like and share， 留言話幫我聽，有啲乜嘢係特別對你嘅人際關係有幫助，我都願意去將佢加強嘅。下一集再傾過，拜拜。